DAP 嘅市場咧真係五花八門啊！咁今次嚟到我哋呢個 studio 實試嘅咧就係呢一部 AK 嘅 PD10，一個音樂播放器再加埋個 Cradle 啊！咁啊有個 Cradle 喺度咧，就大家可以咧除咗出街都可以聽到呢一個發燒嘅音色之外咧，一翻到屋企放上個左度就已經可以食到呢一個靚聲喺你嘅大機音響上邊啊嘛。PD10咧邊嘅切割咧都係非常之 sharp， 機頂上邊咧就會有一粒 power 掣嚟嘅，跟住之後咧就會有3.5mm 同埋一個4.4mm 兩個嘅耳機插口啊。機底咧就會有一個 Type C 嘅充電位，同埋咧呢一個 Micro SD 卡槽。咁 size 嚟講咧就係一部大機嘅 size 啦，就唔係SP3000M 嗰類 size 啊。耳機嘅狀態底下咧，我覺得佢嗰個聲音取向咧就同呢個SP3000M 呢一隻白銅版咧有少少相似嘅。咁都係咧一個偏向分析力為主啦，同埋咧啲低音比較爽快嘅。駁住 Solo A2 配埋 Audio Vector QR5SE 啊 ，AK PD10 同埋 Cradle， 咁咧出嚟嗰個聲音咧有插電同冇插電，原來都有一個幾明顯嘅分別啊！2萬蚊以下嘅 DAP 連埋一個 Cradle 咧，我覺得佢可以出到呢一種大機玩法咧，變咗一個 source 嚟去做咧，我覺得係抵嘅，適合翻一啲咧就本身你屋企已經有一套 HiFi，而又未話係正式進入呢個隨身聽音響嘅一個朋友嘅。想知道小室點樣評測呢個 AK PD10咧？請留意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嘅詳細評測啦。